老表，你赶紧找几个人来找我来吧，我搁这找不着路了。你跟哪了？我搁包谷地了。哪包谷地呀？四六地这包谷地吗？那四六地几百亩包谷地，你叫我咋找你啊？跟俺有啥参照物不？啥参照物啊？我这左面也是包谷，这右面也是包谷。这左面这个包谷要是虫子吃的还不得了，蚊子多的不得了。你赶紧来找我来吧。你这说了跟那没说有啥区别呀？瞅瞅还有别的啥不？别的。哦，我这头尖上啊有一大块云彩，这块云彩啊可白可大，我都搁这底下等着你啊。那你搁这等着吧，我这都去找你去。叫我找几个人来找你的，我找了112人了，都摸丢了也没有找着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我是不找你了，要我热死这地里。等着吧，等着包谷开闹，你都能找着路了。